社长堂继续要来看，同款互人讲真歹斗阵，这是社会事。计程车运将超工要甲人客骑空，互民众讲实在乌空互人跳。桃园一个查甫人伫路边砸一只计程车，要和厝内人做伙去桃园机场，结果上车了后，和运将咧搭喙鼓。伊讲一个到机场，运将真大力摔伊的行李，事后佫一直拖时间，想要加收钱。这个民众赶紧报警察，计程车运将才真唔甘愿，当众摕27个10块钱的银角仔行李。这个运将嘛，互人表消息讲过去就歹底路，捌甲人压车，互民众翕到。一台奥多摆徛向前，煞拄到一台客停车，一直咧逼车，害这台奥多摆差一点仔就要骑去对面的车道。没有必要这样子逼人家车吧？现在是怎样啊？现在是你违规。趁着等红灯的时间，希望驾驶莫过来逼车，煞换来对方一直咧歹声哨。这是发生伫咧今年初，一台客停车，方讲是挑伊哥咧逼车，想袂到才差不多半年，伊搁去用投诉。有民众讲，伊当时甲因厝内的人要去桃园机场，敢若讲一个所在，司机就真无耐烦。到机场了后，搁摔人客行李，搁较含的，明明跳表的价数是615块，当时人客嘛有付1015块，要互司机来走。想袂到司机一直拖时间，表嘛无试停。等到警方赶到位的时阵，跳表的金额已经来到730块。经双方协调，这个计程车司机已经退还给这个乘客部分的车资。面对警察来处理，司机敢会当唔甘愿提出27个10块交予这个人客。至少10个以上都被他这样子刁难过。对，也有被骂哭过的。骂哭。事后，车行有讲，这个司机过去嘛有超收钱的记录，虽然大概拢有罚9000块，但是司机敢若是罚袂惊。这一遍佫互铺上网络，嘛互网友来讲，以后拢无要来坐伊的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